各位听众，哇，介顺利知道。各在欢迎拢倒转来收听变来福建的鬼的故事，特别我可以开小鬼。一个礼拜我人要讲的鬼的故事，就是有鬼的故事。我在问球，大皮看问球。介紹我哋嘅特別嘉賓，即係話我特別嘉賓是到底你叫咩 ？Google Meet，Google Meet，Google Meet 嘅會員就是我嘅頂到人講7月10個時來聽伊講嘅不大皮康，大皮康歡迎。thank you，hello， 大家好。大皮康俾講幾個說我忙走啊，然後個有換的士歡迎。嗰隻佢了，嗰隻佢嘢，但我瞄伊就係彈就大聲數。你係個有豆哥歡迎。大家好，咪個激話啦，咪個激話啦，了叮當嘅嗬，嚇？我哋換的士嘅舊年滴滴叮當叮當嘅你講，係咪一舊？唔是舊，唔是你換的士，係你是八條。八條嘅舊年叮當叮當。แล้ว個阿涵歡迎。嗨，大家好。有 ，Oh my God，我 BlackBerry 嘅電呢？有個南西歡迎。出佢半舊了。貴咯，當今已經被貴啊！你貴啊？我想試貴㗎嘛。當今被貴啊！個有 ，sorry， 我哋做咩㗎？哦，嘟嘟。Hello，大家好。個有8條就估啊，到底會接受嘅講嘢。The original one and only 八條。係8條。Hello，歡迎講估冇嚟啊！你條咩標係？有啊，有硬硬啊。條硬硬標係。有 contagious 是呢variant，有個有 Clubhouse 差8減點嗰條，個有伊行走者。個有茶米粉。Hello，大家看你邊有鬼無？有唔通，了個有機子。Hello，個有阿龍，好聽。Hello，鬼驚我。個阿龍歡迎。你冇聲，都啲聲喺度。其講大家。我都聽唔到聲咩？都為什麼按錯一塊下？冇聽到喎，冇聽到，安怎冇聽到？你做聲。阿玲歡，你成日出嘅聲，你成日出嘅聲，係啊？聽冇到。個阿蕉掉。Oh my god！ distracted 我係 BlackBerry 嘅電嘅好隻。OK。一個冇鎖你 BlackBerry 啊？本來福建電貝話，本來福建電貝話真好用。我未記喎，這個本來福建電貝話真好用，煮飯個香個生，佢使入嚟做那是剛剛，食起來個味板當。
OK，我買隻 very 我甲我講，我一人食個了賺回啊 dinner 時，我當然個食個了，我今日我見佢買嘛，你無咧紅食咩？伊無隻浸半誒無食，我只破嘅就我只唔驚，我係只吼，只咯，所以我只 berry 啊桂枝啊咩，我係只到同時我只餅我只，你即係 normally 人食一粒嘅餅 after dinner 係我度搞啊嘛，我係只三粒呀。正常啊，我若是我麥當若是有做果子啦嚇，我伊若是有做啦，所以我就食咯，食邊做啊？做什麼？哦，check 了。切。OK，來講幾個數。我係幾個數，哇！等陣我只一粒。阿 John，你 recording 啊無？哦 shit，好嘅就係，誒我 YouTube 有係。YouTube 有 live 喎。有。啊 ，live 即係 live 學風嗰隻，我 live 嘅，成功啊！actually 就 quite smooth 就做起來，然後當到啲夾拍上個 still 聽到淡薄 echo 下。你會成要插亂就攞嚟打鼾咯。我冇感覺講啦。哦，冇感覺 ，OK。我差點講。OK，so that means OK 啦，我很做啊 ，OK 感謝。แล้ว我哋是點先嚟講？我哋做 sound check 咯，冇點先係講而家錄音點先嚟做 sound check 咯，頭40個分鐘，但係阿龍好就係你冇嚟㗎咋？嚇 sound check。我 actually 我就當時入嚟就我入嚟一我就走出去。我都知講我哋 sound check 掉個。OK 嚟。我知。because 就是話我介紹兩個我嘅規定嘅白白去拍嘅朋友聽嘛。拍咩嘅朋友是最？冇規定白白 after 你 event 咧，我白白去拍佚佗。咩你先嚟嚇？我介紹聽 because 唔是，嗰啦是古人嚟嘅。即係我講，我講我見咩未啉上股 because 我未中意錄音，係啦，無人係明白，後面見到錄音嘅嘛，唔對。normal 一人講 I have a recording to do， 但係無人 catch 到嘅咪講，同佢規定啦講，我10點做個早起6點嘅，係啦，我哋咪做道理都唔知好唔知，而家你都 get it 嘛？對。我哋介紹聽咯，佢 YouTube 樣玩，係啦講 what？係啦，第三件咩？你 maybe 你看到 YouTube 有幾人嚟 like 咗先嘅人去 follow 嘅嗰時，你覺得個人係明白啊！我佢講破係聽啲產品物件嚟，人哋都解釋未通，特別 demo 係看嘅嘢。OK，然後即係禮拜咧，我俾邊學嘅都冇人明白嘅。咁唔知邊啲學嘅係咩物件嚇？有阿龍，我係線椒，叫做但係你 YouTube 有換過咧？嚇？個別間係。哦，sorry，係我換依 link，然後人到就會使啦，冇人到就會睇住嘅。啊對，你按你顯示嘅咩？我就會變硬啦，個零。你是邊個睇住嘅？呢個講話就都是邊個睇住嘅？我係新嘅 episode 啦，佢哋新嘅 link 啊。然後 OK 嚟介紹就唔係介紹叫即係伊會看到嘅，所以伊個 girlfriend 咧就叫佢講誒，無去咁 share， 你會看到幾個數，所以特別坑嚟每日你細漢嘅時啦，你幾時再講你會看到幾嘅？你幾時嘅發覺就講你會看到幾？其實啊，應該是 Form 1、Form 2， 怪大漢14 years 嘅事啊。14歲啦嗱，所以怪大漢門啦，你唔是成日講2-3歲咧，肯定看到啊？唔是，哦，其實咯，我是有經歷淡薄物件，了 Standard 6啊，12一堆大嘅12 years 嘅事咯。了 after that。了就啲物件常發生咯，了看到。你頭一道咧12歲時，你是蝦米經驗？你經驗就蝦米物件 ？OK，古早細漢時嘛，是 evening time 6點幾7點啊，我教嘅指甲教嘅表哥啊，去大家家出去大家家買物件，去菜店買物件，古早興嘅嘛。了。去買啊，了
踏脚車駛人踏腳車去，了我 suddenly accident 你知無？我是唔知蝦米事發生嘅，但係我嘅潛意識啊，我 last memory 啊，我嘅最後嘅記憶啊，是我上一間 Superman 安尼背啊，背掉，了我甲伊人 say goodbye。哦，甲你睇你諾人，甲你指甲你嘅就是你表弟我嘅表哥，表哥表哥 say goodbye。哦，了我咦，成間你靈魂離開你身軀嘅嚇咧，對，了我醒嘅時候，迄人叫我拍醒我，因為我是暈倒啊嘛，你食氣啊，失記了，地龍江那邊。你把多多啲浪加南邊啊，南邊有嘢。哦，我看你是你看是你浪到你盤起一下，你成個 Superman 很背，就要浪加南邊。哇！這個我本是懷疑人生啦，until now 我未 get 嘢了解 answer。了我迄人去問我，有蝦米車撞到我？若是我是撞到迄個狗囝啊，若是貓啊，若是蝦米物件無綁。冇行到時就安那盤起啊。迄人講是看到我是我，是 on in the air 啊。哦，已經是一背掉啊。對，背掉，了我嘅面甲了是血甲了。Oh my god！喲，一路降到頭哦。哦，你只 scar 到啲你處理啊，當佢。無啊，當佢無啊。我是對厝啊，是毋是？我第一粒巴肚出來。到底你鼻腔嘅啊？毋是。我想你鼻腔大去就是只巴肚走入你鼻腔嚟，明白你鼻腔咩大？毋是，大我嘅喙這邊哦。我掉佢只巴肚。了 after that 我是無蝦米上accident 啊，無蝦米啦。你頭你講流血嘛？你到處會流血，你鼻腔流血，還是頭割掉什麼？我哋這邊是有一個 scar 啊。哦，你邊你下嘅，OK。加了臭血大氣。了 OK 了 after 2 years 14歲，了我會報甘榜啊，甘榜無免有 license 會換摩托出去嘛，我去買物件食，8點幾啊，了我去一個山，我落山，我換個摩托落山，我看差不多是100米內邊啊，我看到一個青色嘅血，青色嘅 green 啊，青色嘅對，青色嘅血，是噗噗安尼噗飛來飛去，我看蝦米來啊？我本是 curious 咯，了我家己一個人爾嘛，我看無物件，了無插小魚了within 幾日，我本是破病生病去啊。哦，你破病啊？破病了 ，OK。你看到伊會是細細趴，就係按照一青會是像一個囡仔安尼講。係咪？所以規線啊，你看到唔是一點嘅血啊？你看到啥？還是你看到啥？伊你講伊血是一部嘅血哦。所以伊個血唔是一個囡仔嘅形，特別伊個管是一個囡仔嘅頭嚟管。對。OK。像迄個3、4歲囡仔嚟管咯。你看到是像一個 torchlight 安尼款嘅血，還是一點一點一點嘅血啊？是安怎一罐罐是？像迄個 campfire 嘅血啊。哦。像所以是 open flame 嘅血啦。對，青色嘅。特別青色嘅。因為青色啊，青色是迄個薑為蛤蜊嘅青色啊，唔是普通嘅青色啊。OK， 等我換我面做隻青色，就等於。了唔要緊咯，了我本無當時我未有安尼捱嘅經歷嘅。OK，唔要緊，了16歲我夾掉嚟身了。
但係你是幾歲？14歲。14歲 ，OK，from 都講 from 1先呢是，唔係 from 1 Form 2啊 from 1 from 2 ，14 OK，歲。嗯แล้ว10歲啊，我記得到嚟身了。嗯阿妹我甲朋友出去，嗯花冇多啊。แล้ว愛對厝啊嘛，我的厝是 outskirt 淡薄嘅。嗯了上伊個厝去我的厝愛15分鐘啊。了我幫伊對厝哦，嗯12點幾1點啊，差不多。嗯不要緊咯。我幫伊對厝啊，我看伊入去，我幫人對厝啥呢？我看伊入去個厝了是毋是？了我幫先走哦。OK。我看伊入厝啊。即是到底關啦間啥個嚇？你到關啦間啥個先？對，古早 student 嘛 still。所以我幫伊我走啊，特別哦，有一個聲叫我的名。因為古早我是有拍球的嘛，我的衫是有印我的名的。哦，哈。了我聽到有人叫我，知無？我想，應該是朋友叫我咯。我並過去看，喂，咁了暗的哦，我朋友本是入厝啊哦。OK， 唔要緊，我號冇到對厝。了我對厝哦，我對個一個叫白橋啊，一邊。頂到啊，古早還未做個新的球的時啊，是一個鐵的球誒。常常是有 accident 發生嘅。伊個車滑本是唔知啥物事會崩落去個江裡面嘅。所以常常有 accident 下邊嘅啦。古早。了，伊去過啊嘛，做成球啊嘛。OK， 我過個成球。伊個聲來，估過來啊，叫我的名，聲個大媽嘅聲，大波嘅聲，查某嘅聲，是大波查某是 girl 嘛，查某嘅聲 ，OK， 查某是 girl， 救命！你成個咧講多邊嘅加邊，特別是多邊 left right， 對，查某聲啦。查某聲，皮頭嘅是頭嘅是大皮康，無你講查某聲咪叫你聲，大皮康，大皮康，迄時啊，真係是 very happy very high 嘅 pitch 知無？所以就 excited 呢一聲，excited， 我真係無對片我講，我是講食啦點解？你聽我問你聽到時，你直接了解嗎？你聽到時，你穿 helmet 咯，有穿 helmet。所以穿 helmet 你聽到時，你感覺到一聲是灰灰啊，是我成裝你聽到一聲。無對了誒。所以到底你後尾你看，成個你坐到對你 passenger 嘅呢？到底你邊啊？就換啦。就換咧，你不要緊咯。我本是在無對片啊，一擺，你不要緊咯。因為古早後生啊，話冇都是緊嘅嘛。表得對。表得對哦。我有 try 去表對去啊，然後看頭前嘅車，後尾數我對袂丟咧喎。你直換那快特別直袂換嘅人嘅，換掉頭前嘅車係。對，愈來愈灰哦。我知啊，無對片啊。我敢唔敢看嘅後尾嘅 mirror， 我咪看 side mirror。了伊攞叫攞歡喜就無，了近伊哦，未抄我。了不要緊咯，我未抄我了。伊個聲轉去大波就無。哇！我想啊，我冇多時估交。彈起啊！甲講，所以叫你名，一直 repeat 直叫你名啦，伊無叫別行。對，所以伊就 excited 呢。迄個笑人多誒。大皮康，大皮康，大變做大波嘅聲起來。差不多是安尼，差不多是安尼。特別哦，哇做大波時，伊個聲是真正惡誒。真惡。真惡誒。了我是幹咯，我是幹伊講，
你买河掠了路啊，出师傅掠路啊，有时无通存了诶。了不要紧咯。我迄边啊，爱对我诶厝啊，差不多是5 km。5 km，特别我上啊，我滑迄阵，一条路啊，差不多是10几路啊。佢滑未夠，啲滑未夠。滑未夠啫喎！我買停，我買跨後尾，我買做咩？我滑。你直直滑啦。第一水嘅時，愛對我嘅厝有一個磅嘅路邊啊，矮哦，我想，因為伊個 sharp corner 嚟，本是常常有發生嘅 accident 嘅，本是有人 accident and pass away 啊，呢邊常常嘅，了不要緊咯，呢邊貴啊，我第擔心呢邊嘛，貴啊，不要緊。你知若是大一波有常常 travel north and south 嘅人啊，會知蘇埃比拉過了，樓下底有一個橋是去台灣呢邊嘅嘛，過落來。過來。呢是一個細細嘅單啦，本是真正蠻貴嘅呢邊。我捌聽過頂，咱 last 杜晚正把你個講到呢，咱講下你講啥，講下你有幾下咩事，住人起來講一下。無你，我冇估，有危險啫。對，危險嚇，maybe 是迪加基。伊講下對迪加基講，伊有一隻大腦，人哋看了頂面是火車上面，伊會按通會過呢，入去，伊唔是講一等呢。伊肯是巴丹嘅，伊肯是去太平嘅，我肯是去台灣嘅，無相。OK，了下。OK， 了不要緊咯。我第一名我看到一個 shadow 叫咩啊？白羊。嚇，隻羊嚇。我買插伊，特別嘅，伊個聲佢再嚟啊。本是係你惡打波嘅聲。唔是，轉去查甫啦。back to 查甫啦。OK， 了解咯。頭前有一間車，有一輛車在無？迄滑無，迄滑是無咩？特別我滑緊哦，我對不離去在無？我想啊是，真係是強幹啊！然後我買插哦，我愛對厝呢。我講我先想啦，我dedicated是對厝嘅。若是我停，若是我跨尾，你對出事啊？有代志啊！conversation 是出事嘅。也差我哋做呢嘅。了 ，OK， 了解咯。我差不多到厝嘅時候，迄時我想我未到厝嘅蝦米樹啊，上個樹只灰啊，只灰啊呢。我講無可能啊！平常時我用差不多10分鐘會到我嘅厝，特別重點是幾分鐘過了我唔知了知無？像落去第三空間了知無？迄個走路啊，會來亂上面行知無？你係咪走路係咩做？來influence 嘛，影響路。影響路伊走路，然後成個亂小物件去。我想係咪數下未搞錯啊？是唔是死啊咩啊？我本是驚，嗰時是跟人驚啊，唔知嘛。然後點咧乾臭啊咧。你哋嘈啦，用臭話嘈。嘈，未臭就是未走哦。你未見咯？我係厝有兩個 junction 會入啊嘛。即係我嘅厝，即係是回我厝啊。平常時我是直去嗰個去嘅我嘅厝嘛。呢邊古早有一間納豆講嘅。特別好彩時納豆講搬去嘅回嘅 junction 了。我 signal 我唔係跨，我本來跨後尾，我是 try 落爾。一頭彎咯，我聽聲無聲，後尾無聽聲，一頭彎。
哈，哦，你唔敢看後尾有超，你驚看到驚，是會看到物件，是唔是？是啊，驚咗無？我都是真嘅是重嘅，我唔知我知啊幾。你摩托拜乜只打？maybe 是 because 你驚咧辦到是你拜，你直直變，但係直直直未驚咧。對，不要緊咯，我咯，我橋嗱都講，我一擺是食辣啊，大浪啊，我貴嘅嗱都講是唔是冇數啊？哦 ，OK，不要緊咯。Then the next day 我去學堂。我係韓啦，先生看到我，佢問我，昨暝都去到咯。了，現在知。阿妹家朋友出去哦，我問下咪水，佢講你無對片啊，我看你嘅面我知哦。了佢講我看你應該是何嘢，我未記叫咩名哦。佢是講哦，伊個鬼啊，是迄人還啦，是毋是？是腹肚大啊，特別是死去啊。迄人是無頭嘅。叫咩攏知啊？你鬼名？那是伊是大腹肚了死去半點啊？唔是，半半你講無頭係咩？唔知我是未記啊。特別旁邊咧有頭殼嘅喎。有一個名，特別未記。我都未記啊。OK，咱去吹看。但係旁邊咧是查某啊，大腹肚死去嘛？對，旁邊咧嗰啲查某大腹肚死。伊講無頭嘅，伊個頭嘅是。司老闆。Penanggalan, si Luban. Tapi si lepas冇頭嘅咩？si lepas冇頭，si lepas 是冇線嘛，唔是？出嚟嘅，伊頭髮。伊成 Lego 呢嘛，攞窒嘛，佢頭就成褲。特別講冇頭嗰頭背啊嘛。Penanggalan。detach 成褲。唔使嘅，會啊。未見，你就會講嚇。你去教講你無對面我看嗰邊我知哦。你 better 去找你嘅舒服，還是找冇食到？哇！你先生厲害哦。你下隻名你冇感覺就安怎啦？是講你先生個你講嚟啦。但係我對家厝哦，我係知阿未困嘛，我知問我為蝦米說安尼驚，安尼切講，我應該是來嘢啊。了安怎了？你安怎吹啦？了你先生個你講了安怎？我冇插啊，古早是。人嘛，你冇插，你先生講，你冇聽你先生講啦。OK， 所以你冇插嘢，第講啦。第講了，無咩代志哦。了 until 我大學出了，我做工，了我去迄個廟哦，迄個地藏王廟哦。去廟嘅。了去暗嘅。迄一老講我看你是。無相信呢個物件嘅。等陣，即個我哋對你講叫做咩？我表讀一名，人衰啊！人衰係幾時？something like that。上未記。你人衰有頭嘅啊？係咩叫插邊款？人衰有頭嘅。人衰有頭。特別伊等個了走出來嘅。等走出來。伊是Penanggalan嘅。OK， 嚟嚇Penanggalan就可能係了嚇了。你不要緊咯。你去住，所以你去做咩事航險未去咧？你唔是講你冇聽你先生講，你做航險未去成日都會去啊。因為呢是我上次一個資源教啊，了古早我爸是有淡薄故事嘅。你爸咩看到嘅嚇？唔是我爸唔是看到，我爸嘅故事啊是。long story 不到個講不到，又見到我 continue 呢個 story 哦。呢個師傅直頭教講，我看是無相信嘅。冇事哦，冇相咩？冇相無信仰嘅人嘅。無相信，即係無相信加無相信是一個 variant 嚟學。住無相信，你講你無相信啊？我是無相信嘅人。伊是講你無相信嘅。
對， OK，了不要緊咯。伊講，好在你運顧甲懸啊，哈，若是無，你早互一間查某鬼啊，也去哦。對，所以你去暗嘅時叫瞞到伊係師傅甲你講到啦。我無問嘅，我無問嘅。伊就甲你講啊。我說你就你唔是去暗暝去瞞嘅，你就拄好去掉暗嘅時，伊安怎會甲你講？因為我看甲了人本有問物件嘛，我不是半信半疑去問伊咯。你會使甲我看我有犯了啥物物件無？伊 check 伊講，哇久哦一間。你係是做久以後啊？你 after 你看你到底你叫會看到迄個查某久以後，你做久了嘅做久啊，甲去暗暝拄到即個師傅。哇！16歲、25歲。所以安尼一年原來，that means 你無甲伊講到，你聽到查某係啥物無啦，一直就甲你講。哇！安尼啊！你上去，你接着上去啦，你上去頂到16歲時。對，我是想是哦。แล้ว不要緊咯，我能 back to current 啊，是最近啊，看到物件。你還是去，你都無看到啊！你看開一查某過去，你直頭無看到啊，還是你接落來 after that 你會看到？做物件無啥物順嘅咯。特別你唔是講淨講會看到鬼啊物件啦，你是全部有當時衰嘅呢，運無咪好呢？有當時衰哦，特別 after that 我差不多是。像 friend 安尼啊，係咪是你常會看到嘅。你 OK，所以你講你25歲時，你去你暗下邊，伊個你講你看到不你拄到迄個查某鬼，你當今你是幾歲㗎？當個 currently 是做久啊？當今是31歲哦。所以6年可能有。OK。你當今你講最近嘅，你看最近嘅故事。OK， 最近啊，我講最近啊，因為我有常有故事啊。OK， 你幾好啊！邊咧學緊大你嘅貴州落雨明白見。OK， 最近啊，我去一個旅遊勝地啊，去浙江，突然間嘅冷嘟 OK。搞，佢而家嘟，冷嘟。人是少年人嘛，搞嘅無像咁我哋講嘅老人講。唔是講未來成成比較嘟，你叫毛毛菇咧，這年啊，每次都亂嘟咧。伊是 spell 嘅，伊是 L 嘟。OK， 你講 OK， 你是冷嘟 OK。咧我住嘅。resort 咧是2箍嘟嘟，因為呢邊 hotel 有2間嘅嘛，古早有3間，แล้ว有一間互人白灰燒去啊嘛。แล้ว第2間，第2日我行去另外一間 hotel resort 啊，我人講伊是3嘟 resort 啊。了行，特別未行嘅 normal 嘅呢個沙灘啊嘛，愛行嘅3張像沙巴嗰啲特別嘅沙巴是嘅冚了嘅 resort 就利華嘟 resort。所以你要行，你當愈大 resort， 你要去到你要去迄個第2間 resort， 你就要通過，你袂行伊海沙坡去，你就要行伊沙巴，特別你過沙巴嘅時候，就要過迄個頂到燒去咧 resort， 才會行到即另外一間。對，伊是冚起來，特別無燒個了啊，是有純淡薄。OK， 伊個distance 啊，差不多是15分鐘啊，我行。OK， 我行，下晡差不多是3點啊，3點幾。我行，我想，喂，啥物事啊？伊人有甲我講嘅，愛經過一個
沙巴。OK 我講 OK， 不要緊，我行，我不想到嘅沙巴是安尼個里啊。OK， 故事嚟啊，我行到一個第一個沙巴嚟講，有3間啊，上間嘅chalet。OK， 不要緊，我行，我再無對面嘅。你感覺到啊啦？我是早早。還是你甲你個 friend 還是咪甲朋友，還是家己一人？無，我甲我個 friend。OK。因為我個 friend 是，佢感覺是個里爾，佢唔知係咩事。特別我是suddenly 停了，因為我看到咩？我看到3間嘛，因為動物已經有先先，有一間 monster， 一間頭毛亂亂嘅啊，佢個目睭是紅色啊，看到啊。你講是 monster，那邊是等陣我 continue 啫，後面是我嘅 conclusion。然後行，我停，我看，我 feel 到嘅，我看，講嚟嘅，我咪行，我 stop 一萬呢，我咪教我 girlfriend 講話，我行，OK， 我看，我講我行過啊，唔係當我。你心入面想到啦，你冇講出來啦。我冇講出來，我心想嘅，我 try to communicate 啦。因為。節時嗰時咩事？節時啊，應該2-3點。落3點。多3點。哇！你不要緊咯，我 try to communicate 啊，因為我唔驚，我是關係啊，我講我愛經過嘅，我冇做路啊咪，都咪做啊咪。然後 OK 過啊，會過啊，我過。不要緊，去了嘅沙都 resort 對來哦。OK， 阿妹來啊。即係倒對去啊啦。但你行倒對那時，你經過你去3間chalet是無事啊啦，當然是。無事啊，我想是無事啊啦。特別後尾來啊。了。阿妹啊，我對個 resort， 我感覺到我嘅頭啊。因為常時哦，有物件我嘅頭是偏頭痛正解嘅，頭殼痛嘅，你我真係無對片啊！我咁唔敢教我嘅個 friend 講嘅嚟喎，你有唔要緊咯？你係咁講就冇啊！我叫佢教我唔夠。你教你個 friend， 你唔教你個 friend 講你頭殼痛？我唔敢講，我有敢講我頭殼痛。應該是上咗天時上咗，係啥樣？我咪解講，你我解講，因為應該是等你多多為打電話好啊嘛，我看多多啊。對。OK， 不要緊咯，我講我未等咧，我頭痛，我困先。然後我被困，我看目睭，一看了，嘢物件嚟啊！出現啊！佢想背來哦。OK， 我困了嘛，來未？喲，這裡我本是掉過啊，真係。一看目睭呢，就是掉裏邊整啊。shit！真驚。你上架波電話就你唔係個。你講買蝦米？佢叫我買最數。你聽到因為我嘅earbuds 冇電咧。聽清楚。當然會。So 一直特別一個你 communicate 時，伊是有 language 還是你載 message 呢？你無個你講，伊只唔是 language，你特別你明白伊。我明白，因為我人地到解 communicate 哦。因為迄人是無 language， 我人是 through some signal。OK。我上唔知我講蝦米啊。所以你成日 telepathically 呢 connect， 你明講出來啦，要話。對，伊個 send 嘅 signal 搞先嘅，伊有隻關係啊，搞先嘅。Bluetooth connect 呀。對。伊唔知做咩，就是
伊就是甲你 face to face 真正近诶，真近诶。he try to warning 我啊，我見過啊，都買最數。我知你會做物件。你目睭看到？哦啊，一笑我就你看到我是笑嘅，一笑了。你對你笑啊？我笑我真正驚，我干笑。真正我就係喎。所以如果你目睭在看嘅時候，你會看到伊啊？對。你目睭開嘅時會看到？開嘅時看唔到嘅。哦，所以在看嘅時候，如果所以意思你 imagery 嗰了時到底你腦裏面，伊唔是成個講 physically 到底係變嘅掉。你在看目睭，你就會看到，所以你看目睭掉時，你看到伊變嘅。對，因為唔是 imagination 咯，其實直頭嚟 signal 嚟直頭出現。你就有啲 knowledge 就你有啲 information，大概到底你面頭前，你伊真係惡看到你。對，係咩啊？eyes 啊，目睭啊，是紅色嘅。哦，就是就慢慢你看到出嚟嘅。點啊？你我甲伊講，我 communicate 咯，我講我唔是愛做咩，你唔係做我做你嘛。我是 accidentally 看到你爾嘛，是意外嘅嘛。我唔知我會看到你嘅嘛。你我甲伊講，我來呢邊是伊爾，你唔係甲招啊。然後佢走啊！我本是頭聽，了不要緊咯。了，伊個豆豆我 ring me up 了，call 我講，豆豆來啊，會看，看伊細女哦。你攏去啊啦，攏出去啦。我人去哦，伊個地方本是暗暗嘅，我本是心裡本我咪舒服啊。特別你 girlfriend 唔知啦，你冇甲你 girlfriend 講你看到。唔知，那是我甲伊講啊，看伊。笑追本笑對去，變嚟。哦，對最緊啊！你看過，你出去看過啊？是你自己心冇咪清啊？啊，是冇咪清啊！特別我是 excited 愛看嘅多啊，我上去，特別我是行嘅暗暗嘅路是冇蝦米，伊是海邊咧，伊肯是我嘅酒店嘛，伊是我嘅。離我都頭前嘅，冇經過嘅 jungle 嘅，因為我冇去嘅沙都 resort 嘛。OK， 不要緊咯。我本看了嘅。這是獨孤嘅定？這獨孤啊，獨孤嘅。個月是。哦，所以最近嘅啦。最近嘅。哦。不要緊咯，我是 OK， 我想是應該是無事發生咯。我本。第一咧，因為 next day 我火車對去檳城啊嘛，我就對去困了，唔係執了，我看不着，我再來了，我冇困你知無？我真係清楚我是冇困嘅，因為咩事？你困到你看不着，休息是冇上嘅物件，不要緊咯。你目睭看着，特別你冇困着，冇困着嘅。有見咯，嚟啊！佢嚟上個男仔講啦，即擺搞啊，暗潮了。哦，我看喺裏邊，然後佢嚟看住乜嘢呀？然後 suddenly 我係感覺係咩？嚟，佢帶我去海邊。哦，背對去海。我被坐你接去海。無，佢帶我去海邊，看伊來 crawling 叫咩啊？白對去海。我看伊啦，唔是你啦，伊看你看到伊白就去海裏面。對。哦，了是實得哦，佢無甲我。所以伊是鬼個是雞個是係咪啊？黃色嚟，伊個妖精嚟。哦，知啦，伊因為蝦米事啊？我咪就係講伊，你看上冇幾層嘅啦，你看到伊嚇，你看到伊看嘅是伊，我咪就係講你安怎就係講這是 monster 咧，伊身軀是安怎？伊成個是邊啊當時嘅卡加是安怎？冇，伊是頭毛亂啊，三 OK 啊，你看過 Albert Einstein 冇？哈，哦，你生嘅頭毛呢？生嘅頭毛嘅，特別是嗰啲嘅，伊是蒙蒙安尼，特別我看到伊目睭呀。
哦，所以你看到磨長咧，特別看到紅目睭攞咧，咪嚇對，那是正常嘅鬼哦，是安怎？是上人爾，無啥物問題啊。人家黃灰色 grey 爾，那是。你人看啦，你人會知講，這個是妖精，這是鬼啊！你看啦，那是有你啦。啊，特別有時啊，一般是會變嘅嘛，可能唔知。特別一件是一頭互我看到是妖精啊。我人分會出嘅。你伊是大，你看到伊是徛條嘅，還是你特別你唔知，你會知講伊是徛條，成個人咧徛啲落去卡呢？你講是下晡嘅時三點對，到嘅時邊，嚇，伊徛了嘅。哦，成個人嘅 shape 咧徛條啦。伊是terapung like 蒲條，哦，terapung。OK。然後你看到伊白了是，但係伊是死嘅，成骹個手呢，到啲白到啲刷接啲水。特別骹甲有手是毋是？嚇，伊毋是普通嘅骹手係像伊個四腳爪。伊個身軀是長嘅，像無骹嘅，知無？OK， 即係有影，即係你未成日講想講，即係成個 werewolf，你看你無咪成個人嘅，可能是成個是四腳爪咧。有，迄個尾是mermaid安尼尾嘅，美人魚安尼尾嘅。哇！係四腳爪啲。呢是海裏邊嘅妖精嚟咯，係嘛？我上時啊。你講是白起嚟海裏邊搬。迄白本是咩就無？看伊白對橋是毋是？我來 suddenly back to my body 就我係感覺啥物？我訓練啊！我對嚟哦，我 back to normal。我每路看到伊成日都對嚟暗潮啊嗬，加上擺伊白走去是落鼓一點先，伊是將個伊規暝都對嚟直直走路，咧加即係呢？OK。within 5 minutes 啊。哦，所以是成個講，你琴日照我當見，我俾學你看我走啊，可能。對。伊是學你醒啊是，嗱我無做路都咪做啊。關啦。伊俾學你知講，伊是咧海裏邊嘅物件，伊俾學你知講，伊是 from 海。伊叫買茶樓我啦嘛嚟啫，所以伊俾學你看講，我當然是走去啊，你看咧學你感覺到。因為我是解表面啊嘛。我來這邊是 travel 呢，路買茶樓啊，我不茶樓路買茶樓啊，我唔是調啲愛去 challenge show，以挑戰路，那是我愛調啲愛看條路嘅，我唔是嘅，有三個 YouTuber 調啲看嘅。有時就要去翕嘅，要去查字嘅人，要去翕嘅。伊安尼艱苦找到一個人會 communicate。伊拍著是隨我人講話誒，伊知着我嚟看到伊，我愛 contact 着伊嘛。你個隨我直直電話就隨我人啦。有時啊，你咪甲伊人 communicate 咯，你假裝看無啊，迄人本知嘅。是，我聽就知道啊。你去成個？真個不啦。知無啊？因為有嘅人啊，迄個假了人啊，本是有身軀啊，本是有一個 aura。對，呀。迄人是看我人是鬼嘅啫。看到人是鬼。對。因為我人看到人 ，maybe 有嘅人看到是茫看無咯。了我人佢達到是知我人看到伊嘅。maybe 我人嘅 frequency 是像，特別我人嘅安怎講啊？我人嘅世界無像呢。了你你成日講你一個人嘅世界，一邊了你嘅鬼也是妖怪世界是無像嘅即個叫咩universe 啊，無像嘅 space 啦，特別 frequency 點到像是哪裡接到現啊？對。了迄人不是妖嘅啦，迄人若是你是管道性嘅妖精啊，你不是知
你是會 sense 到我人是看到你啊。哦，伊知講你會看到伊，未看到伊。了你假使咪看到伊過叫你唔通，但是無看到伊啊，可能啦。冇啦，你免講啊，你家己不知家己有咩事嘅。哦，OK，心知肚明。呢是你家己嘅 natural 嚟啫噃，你家己 connect 了，伊本是有你嘅 record 啊 history data。哦，OK。因為伊嘅 sense 到你啊 ，means 可能迄個鬥性本是真懸了嘅。OK，是鬥做要正樣。哦，所以做伊 level of 伊嘅 level 是真懸嘅。哦，你看到玩了一刮了誒，伊是一隻刮。就是講有你要知是伊 level 嘅，伊被 communicate 到你，伊想被通掉嘅，是唔是？因特別伊被過。連伊 level 懸咧是伊個 communicate 㗎，不離。對，伊個 WiFi 無安尼 strong 嘛。我妹即個大鼻講哦，大鼻孔，伊你有會看到查克拉 light 咯？係咪咧？查克拉 light 都會看到，查克拉個 light 有查克拉都會看到。查克拉是係咪？你話你吸白照？你時候就你會看到係咪灰哦，看到係咪色哦？哦，只聽咯，因為我 OK，I get what you mean。因為平常時我有 meditate。這是 meditate 嚟㗎。對。One of the meditate 啦。我常時候有時候因為攰哦，是亂飛來飛去嘅。但係你會看到啦。因為我這種人是會看到嘅，免念嘅，直頭看到。因為攰哦，是你想啊是呢 UFO 射落嚟嘅攰嘅。有時是呢個攰亂飛嘅啫。哦。有真濟有冇相識哦？顏色橙色嘅。哦，橙色嘅。因為我成個會食嚟即係。哦，但係你看到上到對到人，你看到人嘅食嘅哦，我係咩食？我特別會。我是未看。我人未看啦，即係愛念，我係看到家己嘅食嘅。哦，你看到咱家己嘅食。聽講啊。聽歌。有個人會。哦，聽講 ，sorry。聽講有個人是會看到嘅蛇。哦。我不讀過迄種有個人，伊會看到迄個 aura，right？and 伊看到迄個 aura，那是迄個 aura是啥無對片，伊 avoid，because 伊知講即個人唔是講是真正好嘅人，所以伊愛 avoid，伊知講個人suka 吹數，所以伊 avoid 迄個人，了唔愛解吹數，唔愛話伊安尼看，我捌聽過。對，我聽到是我無相信，你知？伊甲我講嘅是我無相信。我人唔是看伊花啊，即個是我人會知啊，唔免看。伊是有咧長 sense 掉。你做咩事問？你做咩事問伊下？做咩事問伊看？伊看到花哦。因為我人會看到即種物件嘅人吼。哦，你我人會看查克拉嘅，是即個是玻鳥嘅。然後我看到查克拉是佇一個 universal 內面嘅。對。我是看到一個成個一個 black box 啊，我腦裏邊是一個 black box 嚟嘅，但係 black box 是 unlimited 嘅，真貴嘅 universal 嚟嘅。แล้ว我人會使 time traveling。哦，我知，即係我捌，因為我係。我冇講過，冇甲人講過。特別你知我捌講過，講我係一個 friend， 我係一個朋友嘅爸，伊是我個 best friend 啊，伊嘅爸就是誒。伊特別 meditate 咧，係伊成日 travel 去無上 universe 咋，所以伊有一個甲伊做只特別 meditate 時用 communicate，因為成日拍殼我哋可能就去別個位，特別迄個人是到啲美國應該唔知外國就對啦。然後我嘅朋友嘅爸過身嘅時啊，伊知啊，所以過咗伊過身啊，過咗幾日伊是。伊家己曉來，伊毋捌拄過伊真親身，毋捌拄過伊，毋知伊厝人毋捌伊個了人，特別到啲外國來甲馬來西亞時，伊去甲伊厝，然後去伊個厝，然後伊甲伊個厝內人講，伊講你毋捌我，特別我甲你個翁捌你甲過身個翁咧是朋友，特別是到啲用 meditate 嘅時 connect 到嘅，伊啦毋捌拄過。因為啊，我人 meditate 嘅時啊，有時啊，有
我人是講是我人嘅朋友啊，伊個互我人 signal 知無？我人是青知無？我人毋是其他人。伊個互我人淡薄 signal，但係無啥物明嘅知無？我家己去聊，對，甲誒朋友 communicate。你若是做這咧，是你變做會才較用 communicate 去嗰出嚟 space 掉，就是伊。那是啷被 meditate 人咧，啷用 clubhouse， 啷去 clubhouse。那是嘅人啊，那是 meditate 未清啊，未 focus， 那是叮當啊，那是無在啊，出事啊哈，伊成日走火入魔呢。因為 universal 嘛，你開咯 universal 啦嘛，你開啊，門可以入嚟，我 encourage 人唔會人咩運作伊成日嘅，伊成日氣話，伊成日走就索很氣裏頭。因為古早哦，我有一個 experience 啊是，我啲廟嗰邊鬥卡手嘅嘛，แล้ว有一個人來。伊夾迄個朋友小英，迄個朋友伊講，伊個朋友嘅朋友 accident 嚴重，了分秒，會請，伊互我看迄個小英，我看人是真正無袂叮當嘅，我想嗰啲，了伊互我看迄個朋友小英哦，我一頭想啲拉索啊，擼啊！啊，因為我接伊，因為個 signal 來哦，伊是甲我講，我真艱苦，你導龍我真艱苦，我毋知我當今佇倒路知無？了特別我前一世是前年，還沒，怎麼你講我聽無得？前咩咩事？一年？前一次，前一次上面我未記啊。previous life，唔是 previous life，唔是，伊前一次就是 in now 嚟嘅 subconscious， subconscious，OK，因為我人是知影嘅，我人有安尼condition 啊，常常本是會拄着啊，了我家己講唔愛亂，即毋是嘅你嘅朋友嘅朋友嚟。即是別嚟愛夾嘅機會啊！你成招容易嘅朋友出事咧？唔是，伊個河路嘅先咯嘅，唔是迄個朋友嘅朋友啊！其實咱唔知咯，嗬，咱唔知人，你直頭想嗰時你條浪車朋友，特別其實你知無？伊個是啊！我講好，我講。我真艱苦啊！咩事啊？我嘅身邊嘅人看我講驚曉知無？因為平常我是未安尼嘅，可能是日日啊，我是人未 focus 啊，了發生事哦。了這是你朋友捌路嘅走來梅路啊？唔是我朋友誒 ，actually 是伊個廟是互人問事嘅嘛。了你去互人問，你去互人問路嚇，你去是？伊是 medium。No， 我唔是 medium 嚟。你是 large。Sorry， 我是。你是去拄好到底下邊？你是到所以你是到底啱嘅位啦。OK。我是 meditate 咯，了 meditate 有時我有來食呢，我會找人介人遐位人咯來，若是伊個人有破病啥物啊，我會叫伊來哦，我甲你做淡薄咯，特別無碰到伊個無你個無來 touch 到無你個是所以你有去。阿媽邊，你去廟啊邊有鬥下手本啊，成時人看啊，了一個人接來，了每條路嘅時，了你每條路嘅時，你還是你入線嘅時啊，你會知哦。我無入線嘅。
你講話，你講到考係你事，你唔是接先啊？哦，依家是 exceptional case 嚟，是特別 case 嚟。所以查一刀嘅是接是，你會 conscious，你會知講你講話呢？可能你會知。對，我知嘅。我知我家己考。是上家咧，鳥唔是鳥鬼講嘅咯，伊知，特別伊未 control 呢。所以我是未 control 一萬了，我 subconscious direct 我對啊。OK，明白啊。แล้ว特別你 subconscious 知講，即係唔是伊朋友嚟。我係 signal 有教講，即係唔是伊。signal 係咩意思？你 signal 是你個記 signal，係你暗白你人個隻 signal。我唔記得就係，你講 signal 是你個記腦會知啦。有一個我人是講是我係朋友啊，特別伊是。你 senses 啊？對。伊想有一個 sense 講，這個唔是 the intended person， 這個是別個人愛用這個機會來佔這個位。對。了我人是有一個 signal，maybe 佢本是古早還未死嘅時是有修行嘅，了伊是來碌下啲來，我唔知伊是幾歲嘅。伊唔是做歹事啊，我人是知伊是來，伊唔是講愛亂啊。唔知啦。你安怎啦？到尾是安怎？你甲人講，這唔是你朋友來了。了我甲人講，我講頭仔來唔是你朋友嚟，是經過呢。我唔捌是罪嚟。特別我係 confirm 唔是你朋友嚟。你係朋友已經走啊。了你係朋友唔知伊佇倒落。你成日。但不 confuse 唔知道到亂看啊。對，佢是未對來嘅。了。你聽到咱怎？我講我是 help 未 help 咯啊，即係我係隨師傅啊，因為我普通人嚟啊，我未做蝦米嘛。我所以俾叫你做下面嘅 extra action， 你而家講即係是，你成日 explain 我聽即係係咩 situation， 即係情形係咩，特別你一隻愛做下面嘅 extra， 你就俾成日請師傅嘅教在條做啦，係咪嘅？那是嗰個棘手嘅物件，係實有師傅。哇！你講大片講，你捌拄過上加一個靈魂啊！真坎坷了，就你倒卡手伊哦。你講接我係先。伊無接你嚟，你知講一個靈魂嚟，伊知講你甲伊會溝通，了伊來叫你來幫助伊做物件 ，because 伊家己做袂到，你捌拄着安款物件。我講嘅，我記得講嘅，我是無亂做互物件入啊。了我嘅朋友咧是像你講嘅，佢。未死嘅時，佢是有修行嘅人嚟。了有修行啊嘛，佢是鬼。特別佢未去天邊嘛。OK。所以佢愛 continue to 修啊。OK。了 maybe in future 做羅漢，若是做蝦米，我唔知啊。而且我問下，修行係咩意思？修行就係講，你成日講。佢 train 你修行嘅意思就是講你俾成日啲 improve yourself improve yourself 變做。but 啊，呢個物件是雙修嚟喎。係咩嚟？雙修係咩？雙修是佢鬥架超伊家己。雙修唔是大波家，唔是大波家查波嘅。唔是嘅。唔是嗰個大波家查波嘅。大波個查波係咪雙修係咪正三拜啊？應該啲波啊掉啦，應該嗰個西藏密宗嘅啊有雙修嘅，就是讓呀大波個查波做隻做啦，雙呀你咪盤啊，咪出痟啦，你到一個境界了，反正講就是亂了啦，讓雙修時候啦。你老是論，老是無小心盤呀。不想。所以意思想，我唔是即係雙修啦。雙修就是想，伊想做功德，安尼款啦，伊做好，互別人伊家己本做好，伊修卡瑪啦，對唔對？伊修咧卡瑪安尼款啦。
安怎讲？毋是哦，伊是为家己，伊是救我的人。哦。哦。OK， help 別人，OK。了，伊有 record 的嘛 ？Actually， 我人做啥物事啊 ？Like， 頭仔阿 John 講嘅啊。早一個 episode 阿 John 講嘅嘛，迄個地藏王菩薩經啊。伊是有講嘛。我人做啥物本是有扎得條嘅。哦，咁了有記了起來，你做啥物物件好歹，啥物件了會記起來啊。對。所以我人今世叫咩啊？當今即時今世啊，今世就要清白鏡。你 lifetime， 即個世界嚇 ，OK。是 for future 嘅。哦，所以你即當今做嘅物件，咁了是你白刀嘅生活，是賺啊，是害到你，還是幫助到你，就是當今你做嘅物件 action。對，下意識是。是。啊，咁其實是嘅事哦。對。你等陣啦，我哋要 pause。我會，但係是，我未 start 時就是人講有物件講，是一句嚟嚇。我咁啲。嚇，波咁啲對。嚇，來。韓佬看到物件，3禮拜前。冇3禮拜前夠啊。甲我講，你講伊看到物件。對，because 我在伊學堂對啊5點幾下晡啊。然後我打到予伊，我帶到邊去予伊下嚟 garage clicker 啊，開門嘅，開門開門啦。然後我邊去啊，我予伊，有時咪開門啊，我咪開車接咯。然後我介下嚟時，伊上嚟講，我頂隻開門嘅時看到一個超人。伊講超人咋？伊講超人。bad guy 嚟講。嚇對，伊講超人。伊我看門嘅點聲，我看到一個超人。有時我問伊講係咪超人咯？你我讀到落啦，係咪我問伊嚟嘅？你想的是哪三物件是？你想的是想看到人？哦，你想到本來。我有想到 ，because 我一看門嘅時，我就在伊邊嘛，伊條啲愛落車啦，過來看門嘅 ，because 伊愛看到。要看伊個 rush 來。嚇！伊講伊看門嘅點聲嘅時，有一個超人係伊家裡上個愛，你知係你 roller shutter 有一個上個 track 嘅嘛？對，伊 garage 有一個 track。伊講係伊家裡度下邊，上個愛贏伊啊上面唔知愛停伊嘅臉啊上面唔知。伊講係你超人做伊安尼，然後講第時嘅時係咪超人？呢時我上個嚟 casual 啦，冇嘢看。有時我就感覺呢是垃圾物件，我講係你我到下邊哦，你講有，然後我講你個叫伊超人走喎，伊講伊有解講叫伊對厝，伊講呢度伊心裏邊伊解講，你叫伊對厝，有時我咪解講嗰時啊，我講其實咱落車先。所以我成日 distract 伊講，今日咱去看咱嘅頭前嘅花，係咪？我去看花，有時對來接來嘅時，看門下面嘅咧係伊包到一邊嘛，所以我佢爸講很好看到物件，你知？你爸相信你爸？伊嘅爸，愛講伊要相信我唔知啦 ，because 伊講伊無咪相信嘅物件，但係伊會曉驚嘅喎。各位暗想，各位暗想，我冇相信，特別看鬼嘅唔買看，而家就聽鬼嘅嘢唔係佢，唔係聽，對，真正好笑，即阿莫人個了就好笑。我是成個英國中嘅 ，I reason away。特別有個人成個英國中嘅吼，伊一頭無相信咧，伊一頭無驚，特別伊無驚對，特別我冇驚，嚇，對，就是我就我翁阮想，我翁你甲伊講伊相信鬼無啦，特別你甲伊講鬼故事時，唔係講咪聽伊，特別我講你咪是驚咯，伊講我驚，特別我講伊講你 creepy， 我講 creepy， 特別你都無相信，然後你驚做咩呢？伊不要 explain， 我講那是你會曉驚啦，免是你相信啦，你甲伊曉驚啦。所以嗰啲硬想，maybe 你 Western 嘅 mind 頭腦就款實，佢你講。
嚇，所以伊無甲你講，伊無成日講，誒無人講話，伊無成日講冇冇，伊無講安尼，特別伊是講伊家己無相信，就這樣。特別阮會曉驚，所以我唔知。有時我嘛講係喏，你甲你爸講啦，但係你甲我講嘅物件，你到外口看到下面。伊嘛 repeat 咯，伊講伊看到一個臭人，哦，伊有講到係咪啊？大起來時啊，伊有講，迄個臭人有一個長紅嘅紙。喲！嚇！你係所以 after that 我冇唔係可以講喺到國家嚟啊。哦哇！而家我過嚟帶伊入嚟，一帶伊入嚟是伊家爸講嘅是，伊爸講嚇你臭人是阿做款嘅，管過下面。你是伊講管過媽咪做管，伊講管過迄個第四格，迄個 garage。Oh my god！你 clear 嘢記。嚇，because 我人嘅 garage 門一陣關嘅嘛，一陣，有四嚟一陣，你看所以伊個壓起來嘛，嚇，伊 kilo。伊講四關佢第四格，你有時個門，我人個門友啊，迄個臭人看咧是阿轉，然後講伊講1523，伊成個嚇，你伊個講個一項國家叫你，伊講。伊有紅嘅字，咧個黑嘅字。然後講伊嘅頭毛是安怎？伊講伊頭毛長長，伊講伊頭毛紅色。哇！安尼喎，然後是所以伊爸妹你媽咪啦都得落。伊講媽咪徛我係你妹啦，伊門是徛我嘛，because 係冚，所以。我人是話聊嚟咋，有時我問伊，你無叫伊走，你無教我啦，講咋？你講我有叫伊走，然後講你講出來啊是係咪？伊講伊大意思咪會叫伊走，特別伊唔係走哦，伊講叫伊轉厝，伊講個好問咧，伊個咪轉厝，有時特別伊冚啦，係你冇伊講伊冚，有時又無事。你可以講係你有日伊嚟多食咧，我安尼就，然後我講特別我驚，我問伊就，我驚有日是我驚，我問伊你無驚，伊講無我無驚。哦。然後是我講白刀嘅係哦，你看到安尼物件，你甲爸講啦嚇，你甲我人講 ，OK？ 然後是我講是講你甲我講咧。我特調講嚇，叫耶穌叫伊走，用耶穌嘅名叫伊走。然後伊講是咯用耶穌嘅名是福建話叫。伊講 In Jesus name 是福建話 for go away。伊想講 Jesus 是福建話 go away 意思啊。是福建話 for go away。Oh my god！ 跳個波係咪啊？喲 ，Truby， 喲，哇！that day 是哦。比方你講你驚看到嘅事，這是 OK， 這是你講幾時 ？2 weeks ago 嘅事 ，3 weeks ago 嘅事。3禮拜，it's 1 week after the recording。OK，所以哦 ，after recording。什麼意思？伊甲你講嘅是，伊是3 weeks after 伊看到，你係伊甲甲你講。我唔知，伊第時看到。哦，特別唔是 that day 是，唔是 that day 你甲伊講。如果說我問伊，你看到係你臭人。當劍哦。當劍。所以紅險時候都甲你講定之時我看到。伊坐到車嘅時，愛看門嘅時，伊個小袋伊。舊衣嚟邊，係三等你又話講。哦，哇！你是唔是你定之是講，你會感覺就講你成個厝內面有咁驚咧？是唔是你啊？較早是。往時我有講過。你講過成個唔知想人。想一個cor呢？嚇！想人看到人看你，想人偷看。哈！想一個講呢，伊講是阿炳咯。哦。伊講係臭人徛阿炳。哦，特別多個口，因為是多內邊。哦。嚇，所以我冇成個飲掉成個惡嘢安尼都知。嚇。特別我有關即係冇是食久嘅嚟，maybe 6個月一個嘅咧，maybe。
我就是我 somehow 我成個你捌講過講你成你厝誒為啥有一個就是你為啥感覺就像人看到你嗰款嘅感覺，你捌講過我知道。頭飲特別你去看伊是伊個走起啊，伊唔加。未必唔㗎，學我看到，學我看到得到是掛伊走去。我看到毛毛菇到啲clubhouse 啊，毛毛菇你個時會講報告毛毛菇。應該是有啊。等我看下，毛毛菇掉。毛毛菇看個幫成隻瓜啊，嚇死我肯定。喂，使會出嚟你幫我。你問喂，你問下條話，係猜西就出來嘅，條話西就亂掉。就是我很隻就出，我講實係你別咧，查到啲很隻。咪你講啦，嚇你講 get ready 了。嚇 ，OK，嚟，你問下我話西就出嚟啊。呀，啊嚟你講，我話估。教磨藤啫嚇，係咪教磨藤？用嘅啦物件嚇。呀，我啲隻條磨藤。哦。OK，兩個人物件嚇，OK，其實我係寫呢，都好，定禮拜我有講起這個數嘅，OK，咱這個半愛搞了，然後已經過嘢啦，對對是真係古嘢啦，對，真係古嘢，然後那是講我哋話8月半，咁人都是想到食月餅，對，OK，8月半是説過一個。ceremony 咱就係拜古早正古嘅是啥物拜月娘，會記哦。拜月娘咱用到啥物物件呢？用到一個菱角 ，of course 有月餅，有桂枝、菱角。係兩叫骨格啦，唔是叫菱角本啊，叫骨格本。然後有好似種種就係自家啲塗嘅啲絲格嘅powder。上海哦，對，你上海係咪海棠粉 ？Yes， 海棠粉，加一個加一個意見，對。意見嚇，對。啲行業冇意見啊，拜鬼娘嘅。哦，我唔知，我未記啊，我講特別拜，所以拜鬼娘時你是尋係你月餅係咪菱角係咪桂枝係咪特別尋嗰嘅係一啲意見。哦。Yes，แล้วก็有迄個海棠粉哦，海棠粉是一盒呢嚇，幾那嚇，幾那鏡咧，然後 OK，我做細漢，鏡是 normal size 啊，5 inch 可能咯，講種 TA 啊，TA，哦 TA 開壓可以徛掉嘅，嚇 ，yes，一嚟啦，鏡別使世界。嚇，一個對愛用圓嘅，袂使用絲帶。然後紅葉我上去一個安尼款 ceremony 啦，然後古早是我嘅阿媽嘅厝 ，OK，when 到這 season 是個人真歡喜嘅，個 festival 個了，參加月餅、月糕個了嘛，對唔對？真歡喜嘅。然後古早做囡仔嘅是4、5年級，可能是，然後我嘅媽嘅厝。就是有阿姑啦，真係姑嘅嘛。然後阿姑就是有真係 cousin brother、cousin sister 啦。然後迄厝有4樓 ，OK， 有4層樓。頭一樓、下骹一樓是 office， 第2樓就是廳啦、餐房間啦。然後第3樓房間加了啦。然後第4樓就是 rooftop。rooftop 咧是家己 extend 一間房間間，互我第5個姑大。So because of 伊無夠end過嘅，會錯冇，所以家己是人大頭頂。然後我人拜月娘嘅時呢，本是啲頭頂拜嘅。按照講咧，唔過是店厝嚟嘛 ，shop lot 嚟嘛，所以個好是排拜人講嘅，就去頭頂拜。然後咁啦，冇去拜咯，拜好咧，咁大人就走到去下講話咯。春我人見啦，啲頭頂位咯，佢拿 can 上個人 brother 嗰啲。然後。有一個cousin sister，伊手節 ，alright， 伊去佚佗迄海棠粉。OK， 伊去開，然後你知啦，囡仔就是自家咪個，幫到邊個學阿莊冇自家佚佗啦，伊本是驚亂嘅啦。對，你真明白我，真了解我。夠驚嘛，對唔對？夠驚，哇，夠 perfect 了嘛，對唔對？對，哇。紅音超論盡，
行架樓頭家。哦，死破去。解啦。Yes。然後別去了，唔要緊，嗰啲人冇病呢咯，叫阿媽咪啊嘛。然後安做好，然後我大人我冇起來，我家有5、6里啲病，有大細漢嘅了誒。然後迄小妹妹即係可是時冇去講，唔要緊，也記得阿媽唔知嘅，唔要緊，人視為嘛。OK， 一哭落去啊，一看到迄個驚時，一噴到對出來，走！咪數。安做隻狗喺入邊呢？就是迄隻唔是狗嚟，是 fox 嚟。嚇，我安做就係講是 fox 咧，一看到迄隻講伊是狗咧，然後我第一大 cousin brother 成日去睇，伊個10幾歲咧，伊係把最情嘅啦，然後伊就走去看，講對大啦，大地大佬啊！你我去看，伊講冇物件喎。伊講你不要，你叫你咪走搞來看，你咪是說講話，咪嚇到我嗰啲人。唯一一隻人看到，唔過一面個塗掉嗰啲海棠粉，一看咧玻璃鏡處嘅時，處嘅一看到，有影是一隻狗面，白色嘅狗面喺入邊。伊唔知講係咪是 fox 嘛？你講嗰是狗，然後 OK 咯，咪見到條命咯，就是條命咧嘛，所以我能刷啦冇數啦。然後第二次就是接去第二次。你個一人邊，你個幾歲嘅還是？係4個年級啦呢。OK， 4個年級我會記嚇。然後應該是讀到8、6禮拜，為了個數。然後我諗我以 high and seek。OK， 然後我就講一處4樓嘅嘛。然後我諗無通以到 office 第1樓嘅第2樓。One only place one 行醫嘅是第3樓嘅第4樓呢。然後我就去醫咯。OK， 這是到電話嘅事啦。然後在古早嘅人屬個播嗰啲 nuts 啊做豆水，是唔是用好似種我哋椒嘅咧播啊？落地椒咧加。然後下落地椒一圓嘅一大地，一個細地，所以這個物件是真重。伊無講只大 size 啦，伊成個一個 pillow size 啊，伊是 mini 嘅 size， 外賣，所以伊無用咧放喺頭頂面。然後我諗我佢那間無依下人試咯，隨便咯，簡單唯一我就 stupid 嘅佢走到對佢頭頂裏邊 ，OK， 然後佢頭頂有淨化有pot嘅。加隻pot，然後我細行啦，細隻嘛，看了無別啲flower pot 邊看無到咯。然後呢邊別掉嘅時講，只那個種鳥誒，看到一杯，然後咪出小意呢邊看4樓，我冇去想對講，按照講可能是隔壁嘅4樓跳過來嘅，我諗冇，我冇去出小啦，單都冇人。即是要 come to the 嘅第4樓。還是開露天？陽光咧。哦，所以冇變啦。露天咧，有一格是露天咧。OK。下無有fence 起來呢 ，fence 起來呢。特別是通風啊。風只大，風只大。咧，看，แล้ว按照無人嚟隨我嘅，แล้ว行險行過迄個腳墩嘅時，講迄個磨嘅時，按照嗰個物件會輕嘅，有哦。你播下物件，不過咧安尼，那當嘅 start 播了啊。嚇，伊 start 播一格啦，แล้ว我就看了，還沒來，แล้ว紅咁看者，按照但係我看到嘅鳥尾，是條尾爾嘅喎，無身軀嘅喎，แล้ว就驚者紅咁。remind 到講話，昨暝伊人講嘅物件，到底是係咩嚟？是鬼animal 嘅所嘅係物件啦，但是我冇未曉講。你上翻就係隻狗啦，你睇就隻狗。我แล้ว我撞嗰隻一人家己講嗰隻走落去卡，你睇人話對講，哈，你輸了。我講教我 brother 講，頭頂有嘢有物件喎，有嘢有物件啦，有嘢咩都騙我誒。你一頭有無幾嘢啦，然後 OK 3樓爬去4樓嘅時，1樓梯下去嘅嘛，對唔對？所以人嘅頭會慢慢去到伊嘅第4樓嘅
floor level 嘛。你目睭就看到啦，你目睭就很起來。對，看到佢哋 level 啦，佢頭看咯。哇，唔係看過無不要緊啊。佢 M 嘅時，我頭頭嘅時間就講是件朋勁驚，我顧到。對，因為無咁冇嘢嘛。有一個大波，喺一邊，有呢是狐狸一邊企喺一邊。看到我人衝落去，我人甲咱人轉，然後我係大哥看病。所以你佢是伊是徛掉，還是甲咱人看到？特別伊是徛咧河裡，人是徛掉，特別唔是你個句啊啦。徛掉，唔是我句啦，我無啲。然後到尾是特別是人先，特別河裡頭啊。人先河裡頭，然後我媽同有罵我人啦，講買是想講話。然後我有一暝是我人就聽到我見啲病倒。伊講伊下晡時去拍生嘅，早起時去拍生嘅時。伊本有去注意到了嘅。然後聽講我故事嗰陣時是吹背到雜某。然後有去拜人哋物件。你唔知是啥物帶河裡錢嘅啥物對來？對，伊河裡錢吼，伊唔是白色嘅邊嚟啦。唔知我看到嘅唔是白色嘅邊，伊頭中吼有一條痕，黑色痕嘅。一頭 from 伊嘅按怎講？伊把酒嘅中央 start 起一條痕去後尾。你看呢？這是伊個白毛面對你伊個，好似鼻孔嗰邊，當鼻孔침入去位，嗰邊起就就起個去後尾去。對，一條痕起去嘅。然後伊看我人嘅時，我人看伊嘅時，伊是呢惡有一種嘅。哇！你按照行業咩小氣咧嚇毛毛菇？你咋去？等唔知就甲我講7月半，7月半咧8月半，然後你想喺8月半是冇告訴講啦，是講冇只冇7月半8月邊沙拉對唔對？7月半冇8月邊嘛對。冇8月邊嘅啦，同今提示我，係咪提示我不啦？就是已經research嘅數數已經換了嘛，7月半冇拜冇過啦，8月邊了。有咩？我就係有隻表講喎，就是有隻表講喎，南西未開唔到咪？我特別結開唔到咪？是我雜誌有隻表講我講喎，伊講我講7月未夠哦，有過邊啊？伊講廿禮拜落邊嘛？我是咩？但係定住兩講起嘅時，就做到上起一個8月半兩拜迄個海棠粉。我每看別人一人厝有拜海棠粉嘅款呢？冇啊，即油頭啊，阿涵。海棠粉是唔是迄個成日古早嘅人嘅 make up 嚟哦？伊有隻長山查某，成上海嘅查某嚟邊嘅嚇。我愛買迄個粉啊，真貴啊，都係對 online 買。你去馬來西亞買啊朋友嚇？是啊，馬來西亞有買過。我看到一特別去買迄個咩，成個都買咧。叫碰粉藥是唔是？係咪粉？叫咩粉？碰粉藥叫碰粉藥。碰粉啊？碰粉。伊是試試格嘅。對。我媽特別用嘅。我買嗰啲用。哦呀，你買嗰啲用咗個啊？炒米粉。我買嗰啲。菜條媽揾氹你啊？菜條媽揾氹嚇？係咪粉？唔是叫靈粉咩？菜條媽買啊？豆嘅你講咩粉？因為靈粉，唔是靈嘅咩伊？我唔是不打sejuk，即唔是不打sejuk。係你不打sejuk，伊人講係是 make up。但我隨看，我隨看，啷看到即，哎呀，我不要跑啊！海棠粉。阿 John，一開出來，
一開出來，伊入邊有一按油紙包掉成嘅。啊，對，嗱，我除掉，我除掉。伊 square 嘛，伊個吧。嗱，你我講，你到路尾嚇，叫佢猜點乜嘢？哎呦，是，這是 Shopee 喎。Shopee。有流攤俾。我嘛是看到 Shopee。我有當時是去到啲迄個賣迄個成個講你賣迄個。哇！你貴啊！到時我做你貴嚇，到時咯我看 online 是真貴咯。迄個名。就 Rasta 俾有攤俾。啊？我錄起你公司賣迄個菜，嚇板山對，板山上個樣賣，有咧賣咧店巴賣咧賣白毛啊，迄個公司有賣。對，係你零零冷冷嘅 store 嘅咧。John 未交咧，喂，未交咧，喂，一包未交咧，喂。真好用嘅，誒，有影係真好用嘅。香店應該有嘅香店。香店對，香店，所以賣咧賣香賣咧金。阿咧金爪，你看到未？金爪。白兔蘭就講貴啦，佢借嚟幫人講。我講一擺做咩事愛擺海棠粉？係啦，做咩事要擺？我諗唔擺。I think 可以鬼鳥薄寬白白呢。半件好滑啦，點解咁集中型？查波線啦，擺查波線呢？哦，要嚟擺查波。你慢慢用 BB cream 嘅。BB cream CC cream。我學先嚇，但是我做線嘅時嚇，我買海棠粉，我愛 Mac 嘅啊，我必 brown 嘅就是。我阿公時我唔買海棠粉，我愛 BB cream 加你 primer 加你 way。Sephora 你海棠粉啊？到時成日諗住俾嘅 mineral powder， 你看到就我是解我朋友講啦，這裡是 Chinese ancient secret mineral powder。係 rice powder 嚟。對。係 rice powder，係 rice powder 嚟。我嚇頂到是做咩事？我嘅嚟畫什麼？我畫是要做調酒班嘛，我就係跟做調酒班，所以我就記喺櫃地啦，個好我變白，跟到起，然後我咬我係紙嘅畫喺你畫即係一邊嘅硬嘅。嗰啲叫咩啊 ？rouge 係你 blush 呢？我度加啲 blush 嚟畫啲硬嘅位咯，所以我度畫調酒班嘅時，我是個結畫我係你，我所白嘅我是嘅嚟講是蝦條嘛，我其實知道個白啊嘛夾住嚟。有時。佢觀察人之時啊，你嚟抓啊！哦，那個有全嘅，那硬裝嘅。但係一個就是個白面咯。另外一下面嘅。你講白嘅咩？會掛你追婚。係咪婚？哦，追婚，這是不打是做啦，追婚是。接嘢啊，咧個煮嘢啊。嚇，對，不打是做對，一罐咧接嘅咧。嚇。嚇，咩數？你本要擺，你使擺追婚啊？你冇咧海棠粉。本使擺追婚。Actually 海棠粉因為有阿毛喎嚇，所以咧先講那個阿毛赤人講海棠粉有冇係 rice powder 啦 ？rice powder cake 啊 ？It's called rice powder pancake. Oh, rice powder pancake. Oh. Because his style is pancake style, but it's made with rice powder. That's why 你俾成 pimples 係咪？ Because it's rice powder. soap 嚇。美國一部你做你配 mat 一個骨呢很係，一 cover 你破嘛。冚你磨坑。哇！你成日鬼告訴咩講個水嘢咯嘛？鬼本來水啊！阿恆啊！阿恆。你話個海棠粉，愛擺海棠粉嘛？唔係擺 Mac。冇，我愛 Mac。有 market 嗬，或者你話一當叫 upgrade 你 Sephora sponsor 啦俾佢直播時啊，我哋去擺嘢你 Mac 你爆得啊 ，compact promo 俾佢10個你great 鳥線會 Mac 嘅爆得係咪幾號咯？佢講嘢 number。maybe 個係你爆得個係foundation 㗎。我教你愛 reset 誒，愛 reset 㗎。對，就是我啦。毛毛咕嚕講了未？講了了。感謝。但我個住，即係哎呦。阿 John， 你陣間那下卡有 view 話冇？冇看到伊。
哦，哈，對，我來請起來。伊愛起吧，佢叫我嘅手啊。你是我會我會講即係大皮康在前面講過嘛，所以特別人講唔了，咱點話正啊，所以你即係告訴講了是你個感覺到，把到對咧係佢只是個只係告訴人講，大皮康。如果把你告訴我啊，對啊，即係如果想你爸告訴我都冇聽到㗎。我爸告訴我，我講啲係 next episode 啦。嚇，對，你 next episode 是對嚟講講你爸告訴。然後我背過已經already有點聲咗，我背過是背過幾號啊？定住我講，等我去看喂，就到畫到啫。I mean 是本是背過中啦嚇，等我看背過嘅錄音是背過13先是。誒唔是喎。Eastern 唔是13咩？你唔係對咩 ？No， 唔是9個，唔是9個，背過。哦，伊背過嘅。背過13號對，背過13號。Next recording 是背過30號 ，OK？ 背過30號你會記收到你只背過13號，即係 topic 坑，所以你個到真係講你快告訴。然後個別人有幾個數咩事，到啲人講我可能直接落了咧，是啷就要去做咩？放晒，對，放晒，對，搞咁嘅事。唔係得咯，規隻放晒，直接放一刀嘛。你有 input 同 output。對 ，OK， 感謝各位聽眾感謝咱收聽我哋這個禮拜嘅幾個故事啦，真歡喜呢，你人都對嚟本來福建嘅episode， 教我人等陣啊，等下試我講咩 ？sorry， confused，冇我哋話到嘅。我使到 crowning 嘅 ，OK， แล้วมันก็การ正式禮拜啦，ก็再見過 ，OK， ลอง那是有興趣聽，有興趣要講幾個數咧，使到對嚟八刀是錄音是8月13號嘅事，使到對嚟教我人講幾個數特別報名啊，講幾個數 ，OK， 這邊講嘅正式，感謝Clubhouse人，感謝你邊嘅人。Google Meet 嘅人個，哇百幾個人啊！特啲 Clubhouse 嘅人接嚟幾人，百幾人。今次下禮拜再見，拜拜，再見，拜拜，拜拜。Clubhouse 它唔是 YouTube 嗰邊嘅人，頂一禮拜冇聽到，到這邊會帶，咧這邊正手頂面訂看訂聽 subscribe 咧是訂下集正咧，我現條錄音是個通知你禮拜咧比如過啲買 T-shirt 嗰種幾條呢，但是講讓那是把東西是攞叫我買啊，然後人咪使條20塊呢，感謝，拜，我要做咩啊？我掉琴啊。